好，Hello 各位嘅觀眾嚇，June Day 嘅觀眾大家好啊！咁我哋又嚟到呢個論證 online 超住傾咯喎，咁啊 Eva 啦同埋 Chris 都喺度啦，早晨啊兩位。大家好。Hello，你好，大家好。係啊，咁啊嗱，今日咧就係即係5月，我覺得係算係正式嘅一個嘅開始日，因為啲之前咧中間咧夾雜咗好多假期啊嘛，咁啊大家都有啲 holiday mood 嘅，咁啊呢個時間咧喂真係要落場噶咯喎，真係要打一場仗啦，因為嚟到咧差唔多去到7月1咧先至有長假期，咁啊所以咧其實無論係港股好啦、美股好啦。咁啊都咧有個嘅幾長嘅時間去炒作嘅咁樣，咁啊之前咧個美股咧就回一回之後咧，近期又出現翻啲反彈啊咁樣，咁好多朋友仔都問翻喎，喂係咪咧即係可以都睇下個美股啊咁樣，可唔可以繼續搏反彈？你知啦，之前經歷過好多次嘅 record 咧，都係一路咁樣夾上去噶嘛，可以即係跌完1-2成之後又再破新高噶嘛咁樣。依家嚟講咧，我知道咧阿 Chris 咧又有個新嘅 ACE 系統啦咁樣，咁啊用 AI 嗰個嘅角度咧，同大家去判市啦，咁個標普方面咧，而家點樣判法咧嚇？好啊，咁咧我哋咧可以咧就嗱先睇翻咧嗰個即係圖表方面啦，咁我而家咧就顯示翻咧出嚟啦。好啦，嗱咁我哋睇到咧，其實畫面之中咧，咁我哋就畫咗啲唔同嘅線嘅。咁先睇翻一樣嘢啦，就係睇翻個背景嗰度咧，其實咧喺大概咧4月8日啊，即係咧急跌之後咧，就開始咧轉咗顏色嘅，由咧紅色轉做綠色，反映翻咧嗰個咧係即係momentum strength 啦，個動力嘅強度咧係開始轉強翻嘅喎。咁隨後我哋望到一樣嘢啦，就係個市況慢慢反覆上翻嚟嘅時候咧，亦都咧見到啲 key level 咧係一啲關鍵嘅水平咧逐步向上移啊。咁最低個咧就係喺4835.04啦，然之後咧另一個咧就係顯示咗喺5101.63，咁反映翻係一底高於一底嘅。好啦，咁亦都形成咗一條上升趨勢線啦。嗱，隨後我哋再望翻高少少嘅一個 key level 咧，大概咧就喺5488.73，咁我哋畫翻條水平線，反映翻呢個係一個短期嘅阻力位嚟㗎。咁我哋由一個叫上升嘅趨勢線，再組合埋一個橫行嘅水平線咧，見到一個上升嘅三角形出現咗。咁亦都咧隨後咧喺4月25日咧係突破咗嘅。咁雖然咧期間曾經咧係即係美國經濟數據方面公佈咧係唔係太理想啦，咁但係咧見到咧標普都上升，咁呢個係一個咧比較利好嘅現象嚟㗎。咁所以有機會咧進一步係向上挑戰下一個重要嘅 key level 啊。咁就係講緊咧喺5773.31嗰度啦，咁咧有機會上到呢一位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假如如果呢個位破到嘅話咧，有一個非常之重大嘅阻力位咧，就會喺翻6144.14，咁所以大家咧短期咧仍然都可以睇翻好啲㗎。OK 好啊，咁啊亦都問下 Eva 啦，咁樣呢一期咧即係嗰個買賣美股啦，即係其實唔一定係標普嘅，或者係即係納指啊成嗰啲，因為都幾受歡迎㗎嘛，好中意睇美股科技股，咁啊就嗰啲資金流向有冇啲啟示俾大家？好啊，咁咧大家可以睇下熒光幕啦，咁我哋就出咗即係3大美指嘅過去5日嘅資金流向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咧都係暫時嚟計啦，可能都係趁一個即係反彈嘅情況底下，較為多資金喺淡倉方面持倉過夜啦，持續有資金去流入啦，咁但係好倉咧都有資金流入嘅，不過比較底下咧就相對比較少啲。如果特別講啦，標指嚟講咧，標普500指數嚟講咧，5日計咧淡倉方面咧大概合計啦，即係認沽證同埋紅證啦，加嚟200零萬到資金流入啦嚇。咁牛證同埋 call 都有少少嘅，咁大家可以見到啲資金流嘅一個變化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美指嘅衍生工具咧都有即係窩輪同埋牛熊證嘅選擇啦。咁啊兩種就唔同嘅產品嚟嘅。如果選擇窩輪嚟講咧，就要考慮嗰個引伸波幅嘅變化啦。咁而選擇牛熊證嚟講咧，就要知道咧嗰個收回價嗰個風險嚇，個收回制度都係會有執行嘅情況嘅。咁如果話咧，即係睇翻即係美指嘅選擇嚟講啦，我哋都可以揀翻相應嘅即係美指嗱，我哋可以撳翻去呢度揀翻美指嘅即係認購證係咪比較睇好啲咧？頭先聽落去嚇，冇錯可以咧喺認股證呢度啦，揀翻認股證搜尋啦，然後咧呢度打翻 SPX， 咁就會去咗即係標指嗰一版嘅產品啦，揀翻認購證啦。咁你見咧我哋嘅產品選擇咧，暫時較為合適啲咧，就係呢隻長新嘅條款啦，10617啊，咁啊喺12月中到期嘅，咁行使價亦都唔會太價外嘅情況啦，6000點嚇，咁啊暫時俾緊嘅實際槓桿效應咧就8
倍半左右。咁個即係輪證價格都係2毫半樓下啦，細細粒咁樣啦，咁啊每格跳動0.001啦。如果話想睇多啲資訊咧，你按落去之後咧，其實我哋有上方呢個位置咧，引伸波幅嘅變化，大家都可以係撳入去參考下。咁啊近日咧都係喺較低嘅位置咧，一個即係窄幅嘅上落啦。咁你見到引伸波幅呢一隻即係 call 輪嚟講嚇，都係喺22點幾到23之間上落啦。咁個編號就係10617啦。咁如果話想睇即係相關嘅牛證咧，咁牛證我都俾埋個選擇大家啦，因為畢竟即係牛證可能提供嘅槓桿相對比較高啲啦。如果話做一個短線嘅操作嘅話咧，咁可以去考慮下睇下望下有冇適合嘅條款啦。咁如果話咧距離現貨價咧大概係講緊8到10%咧，你見提供緊嘅槓桿效應咧都挨近有10倍左右嘅情況嘅。咁啊49667咧就係標指嘅牛證嚟嘅，收回價5200點嘅。OK 好啊，咁啊嗱，除咗咧呢一個嘅大市要睇咧，個股都要睇啦，咁樣，咁不如我哋先睇下隻 Tesla 先好嘛？見到咧近期咧嗰個 Tesla 嘅走勢咧，都其實繼續都係叫做反覆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就好似咧之前反彈完之後咧，近期嘅動力咧有啲轉弱喎，係嘛？Chris 可唔可以同我哋睇睇咧？係，好啦，咁我哋咧又咧再咧望一望咧 Tesla 咧個走勢方面啦。咁我而家嚟開翻咧嗰個 AI 指標俾大家望一望先。好啦，咁而家可以睇翻畫面之中啦，咁就顯示咗咧 Tesla 嘅走勢一個日線圖出嚟啦。咁我用咗幾個唔同 AI 指標。第一樣嘢，我想咧睇翻咧整體咧 Tesla 嗰表現嘅時候咧，我就用個 Overview Performance，見到佢咧其實走勢咧大概係同大市同步啦。咁佢唔係特別好，亦都唔係特別差。咁第二樣嘢咧，我哋咧望翻嗰個動力嘅強度啦。咁其實咧都係屬於強嘅，因為個背景方面都係綠色嘅。咁但係第三樣嘢，我哋睇翻啊嗰個咧係即係 Key Level 嗰啲重要嘅關口水平咧，其實咧見到咧喺過去一段日子咧，佢喺個橫區間個底部嗰度咧都比較多呢啲咁嘅 Key Level， 反映翻咧其實都係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啊。咁但係咧可惜咧近日咧其實咧都係破唔到咧橫區間嘅頂部啊。咁往往咧如果破唔到嘅時候咧，有機會回翻落嚟嘅。咁如果落翻嚟嘅時候咧，大家就要關注翻咧。呢一個即係 key level 嘅水平啦，大概咧係落到咧214蚊左右啦。咁唔排除後市咧都係即係有機會咧係先行做翻一個回調㗎。OK 係，我自己睇另外其他 AI 系統都係咧有個下跌嘅箭嘴喺度啊，即係尋晚出咗咁可能要進一步睇淡喎。Put 嘅選擇有啲咩啊 Eva？好啊，咁大家都可以望下我哋嗰個網站嘅即係精選啦嚇。咁其實咧，大家可以睇下咧，即係佢喺業績之後咧，公佈完業績之後咧，其實佢嗰個股價表現咧係升咗相當多嘅。咁我哋個網站咧，其實都有即係更新相應嘅資訊，大家可以睇到咧 ，Tesla 咧公佈完業績之後，第一日嘅股價變化升咗5%啦，5日之後升咗2成嘅。咁所以咧，其實近日咧喺資金上嘅部署咧都係以淡倉相對比較多啲啦。咁如果話即係喺產品選擇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用翻我哋譬如話平時見到呢個圖，你拉落少少，你揀翻 Tesla 嘅 call 咧，你都可以揾到相應嘅產品嚇，或者係 put 啦嚇。咁如果而家睇淡少少咧，我哋就睇翻相應嘅put 輪嘅即係條款啦。咁我哋有3隻選擇㗎，咁但係咧就可以大家去分析下，有一啲咧就比較價內啲㗎啦，所以銀碼咧就相對高啲，而提供嘅即係槓桿效應咧就3-4倍左右，有啲咧就相對價外啲，但係就比較短身喎。我哋提一提下，因為咧業績公佈完之後咧，其實引伸波幅嘅變化咧都可以比較反覆啲。咁當然而家都叫做即係冷靜翻落嚟啦，因為都公佈完業績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如果個股價波動好大嘅話咧，你揀啲好短身嘅條款咧，對引伸波幅敏感度亦都相對較高嘅。咁當然你升嘅，即係兩邊都升嘅，咁梗係賺多過個實際槓桿啦。但係如果話行錯邊嘅，咁再加埋引伸波幅下跌咧，個影響亦都會相對較為大啲嚇。咁我哋譬如話都係揀翻啲長身啲嘅條款啦，好似我哋即係網站都精選咗其中一隻啦，10604啦，呢隻就係長身啲嘅Tesla 嘅 put 輪嚟嘅。咁我哋可以按落去啦嚇，詳細望下佢嗰個即係跟唔跟行啊嘅情況嚇。咁而家夜盤價咧，比對上日4時參考價咧係跌緊3% 左右啦。咁呢一隻咧講緊係嗰個槓桿效應咧，大概係3倍左右嚇。咁我哋咧乘一乘咧，大概要跌9% 左右嘅一個情況嚇。咁大家可以咧去比較翻即係佢嗰個隔晚嘅表現，我哋係用呢個夜盤參考價去衡量嘅。
OK，好，咁啊就另外咧，我哋睇翻呢個 Apple 啦噃嚇，Apple 嗰個走勢啦，咁啊利申啦，我都即係揸咗好一段時間㗎啦，咁樣，咁啊依家嚟講咧就尋晚收喺就198.89啦，咁啊又落翻去2嚿樓下，唉，係咪都仲有啲重要嘅 key level 咧，都已經即係穿咗㗎啦，咁因為之前落過去即係169嗰啲位㗎嘛，咁依家咧即係咁難得咁樣夾上嚟之後咧，兩下散手就差唔多打回原形，去翻190邊位嗰啲，咁係咪即係要再進一步睇探，或者我真係有正股我唔捨得走嘅，都係揾翻啲淡倉去對沖翻咧啊 Chris。嗱，咁其實咧，進一步上升咧都比較困難，因為我哋先睇翻啦。其實早前喺 key level 咧，好明顯地嘅，咁就係喺2025年嘅1月初啦，直至到咧係去到咧3月左右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咧都好密集嘅，大概咧係翻219蚊啦，至到230蚊，呢啲係啲明顯嘅阻力區間。好啦，咁近日嚟講咧，其實咧係見到咧佢即係彈咗唔少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黃色呢個箭嘴咧顯示翻咧，其實指住咧係有個裂口係未補晒，屬於一啲技術阻力嚟㗎。咁雖然近日咧 key level即係由169.21咧升到咧係189.81啦，咁但係好可惜咧，我哋見到佢啦係上到咧一啲比較大啲嘅關口啦，211.28呢啲 key level 咧開始升唔上，再加上咧過去2日咧都跌得比較顯著少少㗎。咁整體嚟講咧，大市比較咧佢係屬於咧係大市同步，唔係特別強勢，咁所以暫時嚟講，我相信咧佢回調嘅機會咧係比較大啲。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如果係真係要做淡倉嘅時候咧，有2個位啊，大家要關注。第一個咧就係189.81啦，而第二個咧就係169.21，咁你可以咧作為2個唔同嘅叫目標㗎。OK， 好，明白晒嘅。咁啊就我哋都睇下如果呢個嘅 Apple 嘅話，即係唔係咁樂觀啊嘛，做定啲淡倉部署嘅話 ，put 有咩選擇咧嚇？冇問題。咁如果話蘋果咧，即係睇淡少少嘅話咧，咁大家都見到佢公佈業績之後啦嚇，股價咧第一日嘅變化跌緊4% 左右啦嚇。咁如果話即係想即係繼續睇淡少少佢相關嘅即係後市表現嘅話咧，我係 put 輪嘅產品選擇咧，而家暫時有一隻間內嘅一個精選啦。咁啊比較短身啲，不過好彩咧佢就比較間內嘅，咁所以咧時間值選號咧亦都唔會話太急啦。咁啊10495咧就係蘋果嘅 put 輪嚟㗎嚇。咁好似我剛才所講啦，因為佢係比較間內嘅條款嚟嘅，你見就算得翻個零2個月度啦嚇，時間值選號都係0.4% 左右一日啦嚇，而提供緊嘅實際槓桿咧大概係6倍左右，因為佢引伸波幅相對即係好似頭先 Tesla 啊或者係 Nvidia 個股價嚟講咧比較即係波幅冇咁大啊，所以佢引伸波幅咧就冇咁高嘅，30零窩左右嘅啫嚇。咁如果話蘋果嘅即係睇淡嘅選擇，暫時就係呢個選擇。OK， 好啦，咁啊就多謝晒即係2位啊嚇，咁啊同我哋一齊咧就分享咗啦，嗱 Tesla 啦同埋 Apple 嘅 put 啦嚇，咁啊仲有呢一個嘅標指方面又未必睇得太淡嘅，但係要睇位做咯嚇，咁啊關鍵位咧即係577幾呢啲位咧要望實嚇，先至可以做 call 啦咁。好啦，咁啊多謝晒2位嘅，咁啊呢個時間咧唔該 Eva 利申下先，有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份咧？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晒。咁我哋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一次咧我哋仲再同大家咧係輪正 online 超住傾啦，拜拜。拜拜。